每年體檢啊，都只係俾幾歐咋。非常之靚。Hallstatt 呢個地方 ，Hall 即係鹽啦 ，Statt 即係鎮嘅意思。呢度咧係其中一個最古老嘅盛產鹽嘅一個小鎮。只能夠講奧地利嘅皇帝咧太過樸實啦，佢嗰張牀仲要係單人床嚟嘅，每朝起身4點鐘就做嘢，連佢食嘅煙草啊都係要買最平嘅煙草。如果要用洗手間嘅話咧，仲要用信用卡俾成7毫子歐羅，都差唔多成6蚊港紙先可以入閘去廁所。睇翻張單，麵包就幾蚊歐羅，牛油每人另外加多1.5歐羅。誒，你要唔要茄汁啊？點知原來都要另外再加多差唔多1歐。之前睇 Netflix 有一套劇叫 The Empress 啦，覺得維也納呢個地方都真係幾正，所以咧今年決定親身嚟到呢一個地方，去一睹音樂之都嘅風采啊！唔講唔知啊，原來呢一個維也納係全球最宜居嘅城市 Number 2。咁啊，上次就帶大家睇過瑞士嘅生活啊，經濟係點樣，今次咧就帶大家嚟呢一個維也納，咁啊睇下呢一度嘅生活。經濟又係如何咯？根據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（EIU） 發布嘅2025全球宜居指數，維也納係2025年最宜居城市排名第2啊！呢一個指數咧會評估全球173個城市喺醫療保健、文化、環境、教育同埋基建嘅表現啊！維也納同埋蘇黎世咧都係並列第2啊！咁滿分100分，呢兩個城市嘅總分都有成97.1分咁多。以前覺得歐洲嘅建設好舊啦，嚟到維也納真係打破晒我嘅印象，因為呢度好 modern、好乾淨，難怪佢呢啲基礎設施可以拎滿分啊！佢哋係有年票嘅，可以無限次搭公共交通工具，每年只係俾3300蚊港紙啦，除開1個月大約280蚊。最正嘅咧就係13年嚟都冇加過價，可能因為咁，我哋去旅行嘅時候都見到好多人會坐公共交通工具嘅。而維也納第2個優勢咧，就係佢有全世界1流嘅公共醫療系統，喺醫療保健呢一 part 係拎滿分㗎。醫院嘅密度相當之高，等候嘅時間亦都係短。而 AKH 咧係歐洲最大醫院之一，外籍居民都可以享用低成本嘅全科醫療，每年體檢啊都只係俾幾歐咋。喂，好似仲正過香港喎。維也納被譽為音樂之都，咁好多人嚟旅行都會聽下交響樂啦。原來當年音樂發展咁好，就係因為哈布斯堡王朝 （Habsburg Empire） 呢一個皇室家族曾經統治過奧地利同埋匈牙利，以維也納為中心。話說18世紀嘅皇帝 Joseph II， 佢係音樂嘅愛好者，曾經親自參與過莫扎特嘅歌劇《後宮有圖》嘅創作討論啊。佢雖然批評過莫扎特嘅音樂音符太多，但係咧都繼續大力咁樣資助國家嘅音樂發展。而當時莫扎特、貝多芬、海頓都係喺維也納好活躍咁樣去創作佢哋嘅音樂㗎，令到宮廷嘅樂團同埋劇院成為咗歐洲嘅音樂中心。我哋就去咗其中一個音樂廳 Vienna Golden Hall 去聽莫扎特嘅交響樂團。呢一個 hall 咧有金碧輝煌嘅裝飾啦，同埋好出色嘅音響。雖然活動期間就唔可以影相同埋拍片，但真係好深刻啊！一入到去嘅時候咧，就好似時光倒流，翻去莫扎特身處嘅古典樂派時期。啲樂團嘅成員仲要着晒當時嘅服飾，戴晒假髮去演奏樂器。嗱，我自己就好中意音樂嘅，細個咧4歲已經開始學琴，聽佢哋演奏啊，都勾翻起好多以前即係練琴啊、考級嘅一啲嘅回憶。同埋個氣氛真係好正，佢指揮咧仲會同觀眾有互動啦，一齊打 beat 啦，好快咁樣就已經聽咗2個鐘頭，哇！真係唔夠喉啊！我同老婆都好 enjoy。哇！今朝5點鐘起身，坐咗4個鐘頭車，終於嚟到 Hallstatt 呢個地方。一落車見到一滴雨都冇落，非常之正。俾大家睇一睇個景先，哇！非常之靚。Hallstatt 呢個地方 ，Hall 即係鹽啦。Statt 即係鎮嘅意思，呢度咧係其中一個最古老嘅盛產鹽嘅一個小鎮，非常之靚嘅一個畫面。呢個位置咧，聽講係影住 Hallstatt 小鎮最靚嘅一個位。咁我哋見到真係好多遊客啊！咁啊，平均 Hallstatt 咧一日啊都可以吸引咧幾千個遊客嚟到呢一度。咁啊，講緊一年都係100萬人次嘅一個人流啦。對比起 Hallstatt 嘅人口，其實呢個鎮仲係住緊人700幾人嘅人口嚟講咧，呢個地方
吸引嘅遊客可以話係100倍嘅數量啊！俾大家睇下呢個位置非常之瘋狂，大家係爭取緊一個好好嘅位置，可以影到呢個鎮嘅靚景。咁嚟到呢度咧，見到啲屋咧，只係得3埲牆嘅啫。咁點解咧？第4埲牆咧，其實就係黐住嗰個山坡。咁見到呢度嘅地勢啦，都係依山而建嘅啲屋。咁啊，因此喺呢一度嘅第4埲牆咧，都係黐住個山去起嘅。點解叫做世界上最古老嘅鹽都呢？因為呢個地方有超過7000年鹽礦開採嘅歷史，係歐洲最早期嘅鹽業中心之一。導遊就分享咗一個關於鹽嘅 fun fact。哇！原來以前喺古羅馬時期咧，鹽嘅拉丁文意思係解 celery， 而當時啲將軍出糧之後咧，佢哋係會買鹽嘅喎。因為鹽咧係當時好高價值嘅商品，可以保存食物、防止腐壞，同埋咧對健康都好喎。咁呢個字最終就由 salt money 演變成今時今日嘅 salary 人工報酬啦。咁維也納除咗出名音樂之外咧，都好值得睇下佢哋嘅歷史建築。今日咧嚟到呢個地方睇幾個嘅城堡啦。咁呢個城堡係由 Habsburg 呢一個嘅皇室家族佢哋所擁有。咁 Habsburg 呢一個皇室家族有啲咩咁出名咧？佢原因就係佢哋統治咗呢一個嘅奧地利超過6個世紀，亦都係咧即係歐洲裏面皇室家族嚟講啊，影響力最大嘅幾個皇室家族之一。咁啊，佢哋嘅影響力咧係遍佈中歐、東歐，甚至係西班牙、連美洲都關佢事啊！公元14至16世紀 Habsburg 家族出名咧就係聯姻外交，有一句拉丁文係咁樣講噶 Bella Gerans Ali to Felix Austria Nube。唉，我都唔知自己讀得啱唔啱，不如聽下原文係點樣讀啦。Bella gerant ali tu Felix Austria Nube。哇，真係好難讀啊！呢句拉丁文，但係個意思就係解等其他人去打仗爭餐懵啦，我哋奧地利嘅幸福靠聯婚就得到啦。而確實佢哋同歐洲其他嘅皇室去聯婚，令到個家族可以穩定咁樣去擴張。喺維也納有2個好出名嘅宮殿 Schönbrunn 同埋 Hofburg Palace， 但係好可惜，去到嘅時候先發現佢哋圍晒板，因為裏邊舉行緊賽馬活動。影唔到成個皇宮嘅相，呢度係 Habsburg 家族佢哋以前嘅夏季皇宮，主要係俾皇室成員放假 relax， 做一啲外交活動，接待下啲外賓。嗱，聽講拿破崙都曾經入住過㗎。嚟到維也納旅行，發現周圍咧都舉行緊唔少嘅商業活動。導遊都分享到啦，上年維也納搞咗超過66場嘅展覽同埋 conference， 創咗歷史新高啊！帶嚟成13.2億歐元嘅經濟收益，仲要帶動埋啲酒店住宿嘅生意。導遊仲話，奧地利中立嘅政治取態係對國家人民最好嘅決定，因為奧地利咧係冇加入到 NATO 北約，令到好多歐洲會議咧都會揀喺維也納去搞，刺激到經濟，仲可以有和平嘅生活。去到 Hofburg 第一個感覺就係覺得呢個皇宮都幾樸實嘅喎，個地方。你話係咪好大咧？又唔係話好大嘅，裏邊就唔知點解間咗成2000幾間房，入到去啲房咧就覺得好細咁樣啦。即係真係嗰句叫做冇比較冇傷害。特別係呢一個嘅即係法國嘅凡爾賽宮同佢相比咧，簡直係冇得比。只能夠講奧地利嘅皇帝咧太過樸實啦。咁啊入到去見到佢即係起居飲食住嘅房間，佢嗰張床仲要係單人床嚟嘅，每朝起身4點鐘就做嘢。連佢食嘅煙草啊，都係要買最平嘅煙草。咁你感受到呢一個嘅奧地利嘅皇帝咧，非常之樸實，連佢嘅皇宮咧都係非常之樸實嘅。因為呢個 Habsburg 嘅皇室家族咧統治咗即係超過6個世紀，咁所以呢一個嘅皇宮啊嘅建築風格咧，其實都係橫跨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年代啦，特別係一啲巴洛克嘅風格，亦都有啦。我哋見到有哥德式嘅風格啦，亦都係有呢一個嘅即係文藝復興時期一啲嘅建築風格等等。咁所以咧，你行到去唔同嘅地方咧，係會感受到一個唔同嘅歷史氛圍啊！咁呢度曾經係皇室嘅起居嘅住所啦，但係而家咧已經係改建為呢一個嘅圖書館啦，呢一個嘅總統嘅一個嘅辦公室啦，西班牙嘅騎術學校嘅地方啊，非常之得意喎。
呢個皇宮因為有好豐富嘅收藏品而出名。咁你會睇到有好多皇室餐飲用過嘅金銀器。宮殿裏邊咧，亦都有西西博物館，展示咗西西皇后佢生平、服飾同埋私人物品。西西被譽為當時最靚嘅皇后，佢有一把好長好靚嘅頭髮，每日咧都要用成3個鐘頭去打理。Oh my god！皇宮入邊其中一間房咧，收藏咗佢當時結婚嘅婚紗同埋晚禮服。聽聞咧佢有條馬尾腰啊，好着重咧飲食節制。佢本身喺巴伐利亞過住一啲無憂無慮、好 free 嘅一個童年，之後就嫁咗俾奧匈帝國皇帝。但係佢咧就好唔適應呢啲宮廷禮儀啦，曾經有試過去忍讓下嘅，不過最尾都頂唔順。聽講佢咧曾經喺宮裏邊咧秘密做 gym 啊，挑戰晒當時對於皇后應該要好優雅嘅一個傳統期望。睇完 Netflix 之後，就會覺得西西皇后嘅遭遇真係好慘。嫁咗入皇室之後，就好似困住咗嘅雀仔一樣。但係今次咧 join 咗3個 tour，啲導遊不約而同對於西西皇后嘅評價都麻麻地啊，形容佢其實都係一個幾自我中心嘅人，話走就走，反而咧覺得皇帝冇得去旅行，要去管理國家先至慘啊！歷史學家揾翻西西皇后同埋皇太后嘅日記啦，發現原來西西不停咁樣寫皇太后嘅壞話，但係咧皇太后就喺日記裏邊從來都冇講過新抱一句壞話。想自由嘅佢喺佢唯一一個仔自殺咗之後咧，就陷入咗抑鬱啊！之後西西咧着嘅嘢、用嘅嘢全部都係黑色，而其中一間 showroom 咧顯示咗佢當時嘅裝扮，全部都係黑色。入到去真係有一種烏雲蓋住，好 dark 嘅一種感覺。然之後佢就開始周圍去旅行、去散心、去逃避痛苦。但係咧好不幸啊！喺最後嘅一次旅行裏邊，西西皇后俾人刺殺身亡。去到最後，分享下對維也納嘅另外一個感覺啦。我冇諗過咧，原來佢哋咧好多嘢都係計得好清楚嘅。話說我哋去 Hofstad 一個 local tour，來回要成8個鐘頭嘅車程。所以咧，旅遊巴會喺中途咧停一停，有個休息站咁樣，俾我哋咧去餐廳食下嘢。每人300幾蚊一餐，係一個休息站啫喎。如果要用洗手間嘅話咧，仲要用信用卡俾成7毫子歐羅，都差唔多成6蚊港紙先可以入閘去廁所啊！去到 Hofstad 嘅 cafe 就見到有好多人喺度等廁所啦。咁然之後咧，突然之間有個 staff 好緊張咁樣衝入嚟，同所有排隊嘅人講：喂，你哋要喺店鋪裏邊消費先至可以用呢度嘅廁所㗎。平時食西餐咧，通常都會有麵包、牛油，都唔會另外收錢嘅。呢個都係喺法國或者係其他嘅城市嘅經驗。但係喺維也納咧，原來佢哋會逐樣嘢收錢嘅喎。睇翻張單，麵包就幾蚊歐羅，牛油每人另外加多1.5歐羅。食埋薯仔配菜，佢哋就會問我哋：誒，你要唔要茄汁啊？點知原來都要另外再加多差唔多1歐，都令到我幾 surprise 嘅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。我哋下一集咧繼續分享意大利旅行嘅趣聞同埋經濟歷史故事。Investing is a lifestyle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